罗马书第9章，我做一个属基督的人，讲实话，无白贼。我的良心受圣神感动，甲我作证。我非常忧伤，心内痛苦无停。我为着同胞，我的骨肉至亲，本身若着受咒诅，甲基督隔开嘛甘愿。因是以色列人，上帝拣选因做囝儿，赐因荣光、约、律法、礼仪甲应允。因是族长的子孙，照血统，基督甲因同族。愿超万万米的上帝得到称赞到万世代。阿们。安尼，毋是讲上帝应允无实现。因为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是应允的子儿。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：通过以撒生的，才通叫做你的子孙。安尼是讲血统的子儿，无一定是上帝的子儿。只有对上帝的应允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子孙。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：时机到，我回过来，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。毋若安尼，利比加会相生囝，嘛是对同一个人，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怀孕。毋过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拣选人，伊对利比加讲：大的为服侍细的。这句话是伫因还未出世、还未做好，也是做歹以前，上帝所讲的。安尼，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是根据伊家己的选调，照圣经记载。雅各我介意，以扫我无介意。安尼，咱要讲什么？上帝无讲道是无？绝对毋是。伊捌对摩西讲：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人，我要体贴我爱体贴的人。所以，上帝的拣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，也是努力。是出自伊的怜悯。圣经记载，上帝有对法老讲：我设立你做王，目的是要用你来显明我的权能，互我的名传到全世界。所以，上帝要怜悯什么人，就甲伊怜悯；要互什么人心意，就互伊心意。安尼，你话甲我问，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上帝要得这批人？什么人敢反抗上帝的旨意？你这个人，你算啥？敢甲上帝赌嘴，受诅咒的面，减会对塑造的讲：你是安怎甲我做到安尼？小肥个减无权，通用上一款黏土，照家己的意思来做一个贵气的器具。一个粗俗的器具，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受气，互人知伊的权能，还佫用真大的宽容吞忍遐个惹伊生气、应该灭亡的人。伊为着所有被来接受伊的荣光，就是伊怜悯的对象遐个人，伊佫较为互因知伊丰富的荣光。咱拢是伊所呼召的，毋但对犹太人，嘛对外邦人中间呼召。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：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，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；本来毋是我所疼的，我要互因做我所疼的。伫迄个所在，我捌对因讲。恁毋是我的子民，伫遐因会叫做永活上帝的子儿。关系以色列人，以赛亚捌宣布讲：虽然以色列的子孙
亲像海沙遐尼多。毋过只有所剩的少数会得到救，因为主伫地上会真紧佮彻底执行审判。这是照以赛亚以前所讲，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，甲咱留整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，嘛亲像蛾摩拉。安尼，咱要讲什么？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却对神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以色列人追求对律法和上帝认定，因做义人，反倒无得到。哪会安尼？因为因毋是对神，是对靠行为，因去踢着迄块互人绊倒的石绊倒。圣经有安尼记载。看，我将互人绊倒的石，互人绊倒的大石，放伫锡安，信伊的人袂至到失望。